各位要留意啦，獅子山隧道公路嘅臨時行人過路處已經喺2026年2月14日開放啟用，而大家平時行開嘅行人及單車隧道 NS303 已經永久封閉。而家就同大家睇下新嘅臨時過路處同埋改道安排啦。大家由車公廟站去大涌橋路一帶，沿途經臨時行人通道，再轉右，沿新增嘅行人路繼續行，就會見到新增嘅臨時行人過路處。另外，如果大家沿城門河畔嗰邊行路或者踩單車，去到津岸8號對出呢個位，再經過臨時車道，沿新增嘅行人路或者單車徑繼續向前行，都可以嚟到新增嘅臨時行人過路處。踩單車到過路處就要停一停，等過馬路啦。現場仲設置咗大型嘅指示牌，提醒行人前往唔同嘅目的地。大家記得分享呢條短片俾沙田區嘅朋友睇啦。